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先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阿迪。大家好，我硕宏是我。咱又搁倒来哈，顶礼拜讲，其实讲是讲落个啦吼，顶礼拜是讲即个放盐口吼，这面前鬼王的代志吼，就是即个大师爷对无吼，所以但咱即届风格搁变啦，可以讲一个无共款的物件。咱之前拢讲甲即个妖魔鬼怪啦、神啦、灵啦，西魔代角的较济。好，咱今日讲一寡较轻松的吼，甲咱较在地较有关系，就是咱即个宜兰的板豆美食。吼，板豆的一寡料理吼，因为之前有发现讲咱宜兰一寡板豆选用的食的物件，无啥共款吼，手路菜真特别，所以想讲来甲大家分享。真好食咧。嘿但是其实即个我之前嘛伫节目内底有小可提起过吼，就是讲即个物件其实我原本是伫咧 Clubhouse 顶悬捌开过一个台语的主题房吼，来以这为主题来讲的吼。那当然迄时我嘛有讲我另外会整理起来，我无用录音的是另外整理起来会做成即个找你讲的先做一个 podcast， 因为对大家讲甲对你讲其实无啥共款吼，因为你个人嘛是宜兰人，所以咱伫讨论即个物件时阵，可能讨论出来的结果也是讨论出来想法，无共款。甲我对外关市人伫解说讲即个物件，可能是无啥共款的。当然，真侪物件我都无需做详细解说，因为咱家己拢食过，吼，拢真清楚即个板豆料理的物件，所以伊风格嘛小可会无共款，所以我才希望讲甲分开来做。其实伫讲即个题目进前，其实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是安那拄开始发想即个题目吼，就是因为我伫做即个 podcast 做台语话故事即个单元了后，就慢慢开始伫想讲。我虽然我写讲台语话故事，但是故事到底是啥物？我是安那爱讲故事？吼，这是其实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吼。其实伊的本质就是伫讲，我希望找转来我家己的在地认同，甚至免甲全台湾遐大。当然咱莫讲咱是台湾人，但是免甲台湾人遮大。我只要想讲，我是宜兰人，安尼就好啊。比如讲咱有当，譬如讲我大学的时阵去外地。去读册嘛，像拄则我讲着讲，毋是拄则得算顶一集啊，所以嘛是拄则无毋对。我讲着大树爷庙民雄的大树爷庙最有名，因为迄个时阵我是伫民雄读册，吼，那伫民雄读册的时阵，一定你会拄着真侪无共款县市内的人。你是台南人，我是宜兰人，然后你是台东，你是倒位？那我要安怎甲你讲？我是宜兰人是啥物？台南人是啥物？我讲这是足趣味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想来想去，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讲，你伫即个土地顶悬受到即个土地的涵养，即个所在伊的即个日头啦，伊的落雨的情形啦，伊的风伊的气候，其实影响着遮个空气、遮个作物，遮生产的物件，当然嘛决定咱的饮食文化啦。因为比如讲咱之前定讲台南迄酸仔食袂了，对吧？要伫宜兰遮食酸仔，其实相对来讲。都无遐简单吼，成本就较悬，所以这就是无共款的所在，伊的气候、伊的环境会产生无共款的饮食文化，真大无共。对，所以比如讲，你可能台南人可能身躯是即个酸仔组成的，宜兰人可能是三星的葱仔组成的，而且是盐组成的，所以都定安尼讲所以其实无共款的所在是，咱讲毋是干那讲一样米饲百样人，无共款所在米嘛，其实无共款的人其实共款意思。比如讲，进前即个台南最近是小可伫淹水嘛，落大雨，但搁较前一阵顶半年是毋是欠水、旱水对无？那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宜兰人其实是毋知影讲，台南伫停水啥来甲种田有关系？因为台南因为安尼伊变成讲，本来伊一年差不多会种2届，伊会收成2届即个稻啊，但是
第二届就即政府就讲啊，你都莫阁种，因为无水通啊，互你用，水库水我都用这里食，所以你就爱休耕、休耕，所以爱当然互你一寡补偿啦。但是对宜兰人来讲，你若无了解这个物件的时阵，咱就想讲，停水甲这有啥物关系？宜兰毋捌因为安尼讲，所以叫你休耕，咱休耕若有休耕原因嘛，毋是安尼。因为宜兰一年爱落200工的雨，所以我连水库都无，我嘛无得烦恼停水的问题啊。普通来休耕时吼，咱的用作物来讲，咱本正都是一季尔，较无。其实宜兰要种到2季，要收成2届会使，只是讲。因为第一是收成的量无遐水，第二是你会拄着风台时，伊嘛歹处理，等要种是拄种好拄着风台等等，所以对因来讲袂好。我种迄人工甲我的时间，我领补助较会好咧。所以第一就是阮本来就变讲用养成即个习惯，我就是一年收一届。但是台南是一年会使收到2届，因拢较早收较早补，所以较是有些差别。但是因为因爱靠水库。虽然讲即个嘉南大圳但是咱都无即个问题，咱也无水库啊。无水库，一年当天落雨量就足有够用啊。即嘛是有较变化啦，不过咱嘛无咧欠水啦，一直以来拢无咧欠水啦。所以宜兰的种产是无需要靠水圳高来引水，咱其实无需要讲有水库来做这个引水，免做什么大圳所以什么无就是水上济嘛。尤其你到这个新历的11月左右旧历说10月开始，10月份开始，宜兰已经休耕嘛，咱的田都无个保证啊，无个开始种，但是就开始一直落雨，所有的田拢会变成水田。不过可惜咱这届都气象差足济哦，咱即嘛较少，较少是啊。伊变水田的时间会较晚啦，淹伫下落南部过啊。无，因为这段时间咱打淹水这时间，主要是因为热天，主要吹这个西南季风西南季风本来中山脉冻掉的，所以咱遮本来就较无落雨，就逐工遮就是落迄个下晡3点至4点啊，西北风无对，西北风一直落一阵尔啦，一阵尔。做晴雷后雨，落袂淡土，落袂淡土，袂淡土拢会使就是因为至少就大，确实。你比如讲3点落到4点，你到5点看，想讲奇怪，土开大，对，敢无落过雨，但是等到的时阵足大，迄阵足大所以你规身躯拢上大雨，咱是讲上大雨安尼，所以确实有即个无共款的差别，气候对一个所在影响嘛足大的。当然，宜兰这边就是甲差不多新历11月份过后，你下晡日头若落山进前看迄日光倒映伫咱即个水田，因为迄时变水田倒映伫个水面顶，非常之水，敢若一物件安尼。算讲是宜兰伫个秋天、冬天，水波粼粼就是伫一个真代表性一个景点。所以就讲即个所在物质上就是即个咱看会到的物件，对人本身的影响就足大，这是抑个是有形的部分。那较无形的部分，包括即个地方过去发生的代志，先我定伫讲宜兰的历史故事，也是无共所在的故事。因为即个故事其实拢影响到迄个所在，影响到迄个所在的人。像咱之前是毋是讲即个宜兰人200年的心结，这就是200年来一件一件的故事累积落来的伊一言踏一言，造成当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咱是受到这长期以来的影响，这是无形的部分这个地方过去发生过的代志，伊所累积落来一寡咱这个风俗语言比如无共所在无共款的腔口伊的信用，甚至过去发生咱定定伫讲海盗小镇老伙老弟开骹断手这故事其实拢伫咧咱的生活中发挥伊的影响力所以简单来讲，你去了解你家己所住这片土地大小事大项细项的代志，是熟悉你家己是啥物人真重要的一个方式。爱惜家己所在。对，所以是安那咱今日主题想要讲宜兰的板豆料理，就是讲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就是咱属于讲食饭皇帝大。所以你为一个所在伊代表性的料理，咱嘛会使看得出这个所在伊这个真济特色，是什么？真重视食啦。每一个所在拢重视食，但是你看，比如讲南部伫食，甲宜兰伫食，就绝对无共款。宜兰就偏较咸，咱较重咸。当然重咸有重咸的原因，包括
早期咱讲，咱之前捌讲过吼，就是宜兰以漳州人为主，所以漳州人最产较济吼，较用努力啦。嘿，所以你爱一刷也嘛好多配真济饭，紧来食吼，你才有体力，嘿，够迄个热量。对，因为你一直流汗，你一直做心嘛，所以但是你会讲，尤其像台南迄较繁华人较济，真济人伫做生理的所在，因稍微较文化。嘿，天气热，过翕的时阵食无啥会落，但酸甘甜酸甘甜吼，较配来饭吼，再一撮甜味，带一撮即个酸酸甘甘的甜甜的感觉，迄个生活感觉哦，较舒适，较好食，较食会落，所以生活无共款，气候无共款，对，影响到你饮食文化吼。所以虽然即个因为我家己是宜兰人嘛，即个宜兰的板豆料理我自细食到大汉啦，所以之前我伫咧 Clubhouse 内底嘛用即句话来形容讲，客观边的猪某袂晓吹箫嘛，晓拍片。你搁讲一解讲较慢者，人一定听无。之前我伫咧即个 Clubhouse 讲的时阵，有人特别传即个信息来问我讲，即个字要安怎写？即句话是详细是啥物哦？咱拄仔讲的是客观边的猪某袂晓吹箫嘛，晓拍片。拍片就是打拍子、打节奏的艺术。拍片，卡咱呐，伫唱音乐会啪啪啪的拍片吼，袂晓吹箫就是吹分品啦，笛子是品啦，箫甲品啦拢有伫咧换的都无共款啦吼。客观就是较早伫唱曲或者是做戏的所在吼，边仔就算是只猪某，我嘛知现在一定爱用猪某啦。较早会讲猪某啦，当有当时简称就是讲，比如讲客观边的猪，也是器官边的猪就好啊，无过讲猪某啦。但是较早我毋知啥用猪某，我嘛毋知。可能顺口吧。客观边的猪某袂晓吹箫嘛，拍片就像耳濡目染。哦，对，听了惯势啊。我看久嘛，加减会晓一丝啊。虽然讲我咧无一定有总谱的才调，至少嘛个会使甲大家来介绍即个料理的物件。你浸伫内底浸久，你都知影啦。至少你食久啊，嘛加减知讲伊口味的特色是啥物。哦，所以若讲板豆我袂晓啦，出一支喙我就足够啦。我当迄个时阵，我伫咧即个 Clubhouse 内底，有讲一句话来介绍讲，其实是安那料理即个物件，最适合来介绍，就是因为人讲黄金有时也会落价，牡丹失色也会输山地。只有好食的料理，物件有卖无人买，枵鬼的人是满市街。好，咱顶届有讲。顶一礼拜顶一集有讲到即个枵鬼甲五鬼无共款吼，顶届讲大水也是讲是五鬼道吼，绿道内底五鬼道，即届讲的就是枵鬼啊，伊即个枵鬼毋是鬼吼，枵鬼是讲真使，淡薄讲使食喙，就是枵鬼嘴随时拢想要食一撮食一撮安尼，讲叫做贪吃啦，喙袂停安尼，一直要食安尼。有定定讲啊，迄规工喙都无停诶，一直食。连角喙啦，对，连角喙意思是连角喙意思嘛是有点类似，就是讲枵鬼喙一直要食，安尼食袂止啊，类似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来想讲啊，既然安尼，咱来介绍一寡我较有印象，特别有印象，较早捌食过即个板豆的料理为主安尼吼。所以今日大概啊看时间啦吼，大概介绍一项至两项。那当然若要讲所有的物件捌选一项吼，因为有之前有人问我啦吼，就讲若要讲代表宜兰的物件，或者什么物件你认为上适合做代表？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即个物件。哦，你有看嘛是啥物？上起码食来讲吼，较普遍吼，到尾变国宴应该是有一种果渣，无对。想到尾是说樱桃叶，迄是较尾啊来，樱桃叶，迄较尾啊来。咱一般开始做基本的吼，板豆自古早我一个亲戚伊早足够做的，我嘛拢有些啦，板豆一定会请伊来做安尼吼，做主厨安尼吼，做总铺嘿，就是拢一直换的就对。烧饺，果渣，你无一个全部讲了。安尼有咱先讲两项就好。这比较较有名。烧饺以后有机会嘛，甲大家介绍。但我目前还未讲甲但是确实是有影无讲，有诶部分来做是有诶困难点，无遐简单做。其实这拢是总铺手路菜。这来讲吼，目前依然是真有名，毋过毋是讲你随便都有哦。有诶餐厅嘛无即个物件，因为这其实足够工诶，看起来无啥，其实足够工。对，你餐厅有诶感觉伊个好像毋是讲真诶当上台面诶，因为即个名吼普通，无互你讲，互你感觉讲一听就足大气诶安尼吼，所以讲较朴实，毋过食确实是，你若食过一摆，我相信你就会记掉咧。
因为你若要讲有啥物料理要代表，会使来代表宜兰人哦。我讲个人嘛是感觉讲古早是上适合的。可能嘛，咱较爱食咋咧吧？我讲至少真有特色啦，大家看袂出来是啥物物件吼。因为较早宜兰敢若豆腐，敢若布丁，但是伊是咸的，对主要是咸的吼。较早宜兰若办到古早是绝对袂使无，即落若互人会学咯，才有资格做总铺，对无？所以咱讲古早番薯食甲饱的时代哦，其实宜兰嘛，因为迄个时阵较善食吼，大家拢做这些人吼，所以就算是嫁查某囝啦、娶新妇啦吼，啊，还有即个做酒写神吼，其实拢遮无简单，遮有一点较青草的吼，所以所有的食材是拢袂使甲偷制掉吼，甲咱顶个讲即个，因为进前若看坡度较铺张一寡吼，较澎湃，有当拢开始会偷制掉啊，对无？但是较古早的年代，大家其实是无可能安尼甲偷制，要通啊食一种青草偌困难。对，以前人食较无遐好啦。所以就算是像即个鸡骨啊啦、鱼骨啊，较平常时咱伫食鱼啊，迄是鱼翅，对无？鱼的骨头啊做鱼翅，但是我遮讲鱼骨是讲咱作为一个食材吼，伫控汤伫创啥的时阵，咱讲鱼骨，平常时咱是讲鱼翅啦吼。你即马讲的鱼翅，甲咱食迄落鱼翅迄无共款咯。但是毋是鱼翅，我毋是讲鲨鱼的迄鱼翅啦，我是讲咱若平常时伫食鱼啊，鱼翅爱惊掉，对无？迄是咱规尾鱼啊食无共款。其实就是鱼的骨头啊嘛，就敢若鸡骨头啊，一般咱是讲鱼翅。然后我意思是讲，我当要用鱼骨即个方式来讲，是毋是我毋知影有做鱼翅，是因为我伫要想要讲，这是要摕来控汤的，我要控汤用的，所以特别用鱼骨即个方式。你摕鱼翅，感觉摕一寡尖尖，毋是啊？鱼骨嘛有大有细，无共款的鱼尖。看鱼啊，一般是袂讲迄个细尾啊，嘛讲坑坑的无啦，所以我调讲用鱼骨即个方式来讲。所以咱是会摕即个像咱厝内即个鸡骨啊啦、鱼骨啊，拢会摕来甲控即个高汤。高汤啦，控成高汤啊，佮经过一寡较幼路、一个高工即个工序了吼，才法度做出宜兰的即个上有代表性的料理，叫做古早。就讲到鱼啊，即个物件吼，我讲一个想要甲大家讨论，就是即个青鱼。比如讲宜兰的南蒙澳啊、南方澳是毋是当年是热天的时阵吧？今年无办我知影啦，但是平常时热天是毋是会办即个青鱼季对无？新历应该是8月份，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阵，我印象中啦，我无确定啦，印象中是热天的时阵，应该是顶个月吧。我袂记得啊。无啥去甲记，因为我无过来去遐参加。但是咱知影讲迄时阵买青花足俗的啊，南蒙澳出产的青花嘿，佫青佫钓丝，钓丝迄时阵迄油脂非常丰富，足水的。甲咱过去食迄个咸鱼啊，打炒无共款。足水蒸起来，咱配饭足好食吼。青鱼咱拢安怎讲？青花，咱会讲青花对无？但是佫一款讲法，宜兰嘛会讲做花花。无是。有，较少啦。我知影咱较少伫讲花花，像我家己厝的嘛，主要是讲青花为主。我出世嘛听青花，但是总铺定会讲花花。花就是花色的花，花朵的花，花花就是飞啦，飞行的飞。青花花，看起来飞起来迄个当出来是真水。宜兰的总铺就讲花花，这两款拢有。因为中南部较少伫用，伊就是讲青鱼较济。对啦。就像咱家沙目鱼就较贵，南部就较济，无共款性沙目鱼。咱本身无伫咧养殖沙目鱼吼，所以咱主要就是为中南部入来吼，送到宜兰来啦，所以这讲法就无共款。这是咱特别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啊。所以恁遐若有即款甲无共款的即个青鱼的讲法，嘛使分享互咱大家知影。无共所在有啥讲的是无共款的。对。讲到古早外形看起来是安尼，敢若即个咱拄仔讲的煎豆腐迄个感觉，豆腐敢若煎过安尼四角啊，外口抹粉啊落去煎的。讲实在，伊即个外形看起来，就像你拄仔讲的，看起来毋是啥物大菜吼，无讲足硬白的安尼，足明显足厉害安尼。大气迄个物件，比如讲佛跳墙，你一个听即个名，你就感觉名嘛听无啥会出来是啥物物件，早是啥物古早，听起来嘛毋知啥物物件，看起来嘛是一块敢若煎豆腐尔，毋是讲足拍手是日语来的一个代语词，拍手日语叫做你若写汉字叫做派手，派就是苹果派的派，日语叫做哈底就是有足澎湃迄个感觉无，所以因有一款分类的方式，因就会讲是说哈底的意思是讲足
老热的吼，不干就现代一款的婚礼，有一款就是亲密，就是地位，汉字下地位，土地的地，味道的味，意思是讲较朴实吼，较接地气一丝啊，较普通的那种。所以同款哦，伊这个词其实伫咧日本时代就传到台湾来啦，变成台语的发音，或者拍手，但较少人听到啦。但是确实我有捌听过人安尼讲，或者这人，嘛定话讲有的人就是若出手较拍手，就讲这人嘛。有当时凡事讲这人较虚华一丝嘛有，还无就是手骨较粗啦，钱较济啦，较甘开卖安尼讲，就拍手，较无咧欠安尼啦，拍手吼，嘛有即款的讲法安尼。手盘较细，较亮相啦，所以是要安那就安那，对啦，拢无你想有好过啦。因为讲因为伊外形就是敢若剪豆腐角一块吼啊，无讲足影吧，无讲足水气安尼吼，大概所以真济，我知影讲真济台南人想讲这是毋是甜的，我拄过真济台南人讲以为是甜的，迄个感觉的款啊。所以因为咱讲有一句话讲，你手内若摕讲推啊，看啥物拢是铁定啊。这是中国一款讲法啦，就是你也想啥看啥拢是安尼。所以我定讲啊，台南人可能目睭来看啥物拢是甜的。因为习惯。比如讲咱食鳝鱼意面，有食过无？鳝鱼意面有啦，有菜嘛，有做羹迄款的吼嘛，拢是甜的。对我来讲，因为汤嘛就这拢是甜，当然是我的口感啦。因为对因来讲无一定就甜，但是对我来讲会就甜的。咱食较无习惯，咱食偏咸，吼，所以台南人食宜兰的物件，有当时嘛有这个问题，拄着讲啊，敢若死咸，但对我来讲是正常的。对我来讲，这是咸度，这是正常的。吼啊，我顶多食着甜，我讲原来安尼。吼啊，当对因来讲，顶多变，所以看着这个古早嘛，我嘛捌拄过有台南人看这个古早，一食落讲，那是咸的，毋是甜的，想讲是甜的。佮就像迄个夜市啊，有一款叫做炸鲜奶。夜市有一款物件炸鲜奶嘛是偏甜安尼，嘿，外形就成的，但是物件是无共款的。你讲这我毋捌食过。你也有机会啦，去夜市啊，尤其中南部较济，咱食敢若嘛有啊，嘿，因为夜市啊物件其实全台湾拢只要搭一个所在红吼，四界拢会补出来，嘿，但是无济啦，较无较济就有影。有机会会使去食看卖吼。介绍这个食谱，大概要准备啥？我之前伫 Clubhouse 内底嘛有甲大家介绍，但因为 Clubhouse 就是我无录音，所以讲过你若有材料记起来，就记起来哦，就真好。但是你若记袂起来，就是反正阮即个咱讨论即个用即个podcast 嘛，有录音，所以你会使听过甲记起来。你若需要的物件，第一你要准备即个，咱以即个宜兰杜小月餐厅，杜小月，宜兰迄间的吼，国宴总铺师嘛，即个阿林师，我甲伊接触过，就介过，其实人袂歹，真趣味。杜小月有伫做吗？罗东的无啊，因是无共兄弟啊开哦，一对兄弟啊，老三因是三兄弟啊，第三是做即个刀艺，就是做灰啊。国宴总铺是。这个大兄就是宜兰杜小月一间的，叫做阿林师陈兆林，阿林师，伊的我用伊这个之前有出版的这个食谱来给大家做介绍。你主要要准备的材料，第一是虾仁，这个八过壳的这个虾仔肉，你即马讲的是要做古早的料，做古早的材料实在有啥物？其实无介济，但是只是讲较搞工。伊这应该是即马现出血啦。要以早是佫无共款的材料，较早佫较复杂，但是伊因为伊做这个食谱是，互你厝内嘛有法度做，互你这想要煮这人家己会使有一寡手路菜，比如我招待朋友的时候，我做了有面煮安尼，伊袂用较简单一丝啊，总是会有吼，这就是看在人的欢喜啊，会使去做调整。第一就是虾仁，差不多100公克。听起来我记着连讲试看卖咧，甲炒落来吼，那用听的朋友会使甲炒落来。第一虾仁100公克。过来假肉嘛100公克，爱油啊，错诶，尽量较油一丝。所以你若要买假肉，建议是去传统市场，因为你讲加一遍较好油诶。你会使甲讲过要较粗还是要较油？较油你就等于用本式的你会使甲讲，因为你是要做这个高汤要用诶，所以
肥肉的成分会使较济一丝你若伤济三肉，你内底口感会伤明显，无好食，无伤济。但是就是尽量爱油啦。其实若是要做这个，你若是要去传统市场找猪肉蛋，要去买这假肉，第一是你会使讲，你会使讲你的这个三肉甲肥肉，你的比例爱偌济。你要较幼肉的，还是要较粗肉的嘛？会使，因为拢无共款的刀片会使帮你处理。你若唔知要安怎拣，你若唔知要安怎拣，你就讲你要上油的。甚至你甲讲，你要做高渣控这个汤做是高汤用的，我爱食到迄个肉的口感的，伊拢会知影讲要安怎帮你处理。这是你一般伫超市你都无法度做。你是不是爱提灯胖切？没有，所以伊拢会帮你处理好啊。你只要是伫咧这个传统市场内底，伊拢有这个机器会帮你处理，无毋对。过来，伊才会用这个鸭卵。我毋知谁哪讲阿林赛特别爱用鸭卵，可能是因为。包括宜兰有产这个鸭，五吉遐产真济鸭，可能有这个原因，所以伊特别爱用鸭卵。反正因为口感较好嘛，无一定。这伊无特别说明。准备3粒鸭卵。拄仔讲这个假肉甲虾仁拢是100公克。过来斑奶油你知影是啥无？猪油，嘿嘛是就是猪油，出猪油用迄款油，无毋对吼，这150公克，进前猪油哦，是用猪油哦。伫这个 Clubhouse 顶管一直有人问我讲，这个斑奶油是哪一部？其实你只要去甲传统市场这个猪肉的这个摊商讲，因拢一定知影。因家己本身有出去啦。油迄款的油，伊拢会出。嘛有，因家己你直接会当甲买油，毋免一定爱家己出。少部分嘛有，但是因为像。以打来讲啦，打好猪仔价就好诶。最近比如讲，今日咱录音这个时间是新历的8月15，今日全台湾所有的猪肉蛋拢休困。对，8月休困。是安怎休困怎样？今日毋是8月咯，今日是礼拜哦。一般礼拜生理长好是无休困的哦。因为最近猪仔的价小伤悬啊，悬甲你买无猪仔价小一直抬起，消费者嘛佫继续买，变成讲伊嘛无法侪货通啊卖，无法侪猪通啊卖，因为猪仔是逐工拍卖、逐工抬的，所以变成讲因全国的工会平常时是休那猪肉但是休拜1拜2，因为抬猪是半暝抬，所以是礼拜半暝甲拜1的半暝这是正常休困的时间。但是像今日照你讲是应该会抬猪，是无抬，就是因为应该讲昨昏前一天暗时啊啦，拜6的暗时啊无抬猪，就是因为希望控制猪仔价莫伤过头，伤悬啊，所以。加休一天差不多会使加2万只猪仔出来所以我加工要拍卖是我量就较侪啊。对了，整体价数都袂抬较悬所以今年已经发生第2届啊。因为猪仔价数伤悬啊，所以有这个情形。所以你讲，比如讲这个时阵，我物件都卖无够啊，我去帮你出油就真少。所以你就家己买斑奶油嘛会使，而且因为你逼猪油的时阵，讲逼猪油就想办法去加热，互迄猪油会使出来。因为你是规地整块的油脂肪，毋是油的，毋是液体的油。伊迄个会使叫伊家己加油的去出。会使嘛会使互你去出迄油上好是留一撮配，互你会使食迄猪油泡啊。我较早就爱食猪油泡啊。猪油泡啊，去南面时啊搅饭，哇，足芳啊！阮豆油嘛足芳诶，无食伤济啦，内底嘛是拢油啦，拢油。过来就是高汤这个部分阿林赛就是用较简单是，伊无个另外个家己讲高汤你要安怎处理啊啦？你家己先打一款真济超级市场拢有卖你要烹大师还是鲜味炒手你换个买本身规罐的高汤。你若介打一摆，你就去买打一摆啦，无要紧你若有这个厂商要来业配嘛，欢迎。你看不管你是烹大师还是欢迎来找咱做广告。不过袂使买着咸的，迄个咸的就有啦，因为咱这古早内底是无做咸的你高汤就是一般普通较食款迄款的高汤就好啊。会当温料来本身无做讲迄个咸的。莫个伤奇怪的这个口味啦高汤是一个拍底尔，你毋通甲伊本身味相当都无对啊失去伊原这就是咱拄仔讲所谓实在这高汤差不多6杯价6凹啦咱以米凹来讲差不多厝内用迄个米凹差不多6凹左右。过来来准备这个面糊面糊都主要是太白粉3杯的价3凹的价，过来2杯水太白粉太白粉还有一个较特别的是低筋面粉还有粉低筋你知影怎讲无？不要讲叫做给梯
咱有食过米梯对无？对，米梯就是面筋，哈，迄个面，迄个梯就是咱讲的筋，筋性就是伊迄个筋性哈，就是伫咧台语念做梯，毋是照字翻的，所以是价梯的米粉，差不多一杯价，这三项搅做伙吼，搅成米糊安尼面糊安尼，爱拍好，你就加肉个目镜吼，过来，搁准备一个做酥炸粉用是另外，搁准备一杯即个太白粉，太白粉，没啦，你就其实总共要开着4杯太白粉，甲1杯即个价梯的米粉，甲2杯水尔，实在咱拄仔刚讲着5项，对啦，所以讲你传起来吼，搁补食，原来爱真济时间，基本上这就是有朋友来，咱才会做这个。嘿啦，你爱开不哩一时间去先做，目前先去做试食。我家己对我来讲，我家己的手路菜是做这个京都素排骨，这足够工的，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做介绍，但是咱先介绍宜兰的物件。我还未食到怎么样？以后有机会我做互你食，因为这足复杂的。真个够工，因为你挂油鼎，挂啥吼，蚵仔爱等蚵仔几只来出蚵仔才有嘛，搁做这芋泥，搁搅过，搁处理，搁买这个油条，油炸过了，搁爱买迄落。煎到什么程度够劲诶，老油条够劲过，真麻烦。这咱先无讲，咱讲当咱这个做法吼，第一咱虾仁爱洗好清气，过来把咱油先切做一块一块，因为咱拄仔讲把咱油毋是已经油的液状诶吼，伊是嘛是爱规块切做一块一块，切丁就对啊，备用安尼。过来虾仁你甲泡线泡油，虾仁就用这个。刀面和刀背拢会使甲泡好油，嘿，过来参与即个夹肉，鲜听无？鲜无就去甲用好油就对啊啦。搁淋入即个夹肉，所以继续拍甲淋做伙，2项爱淋好做伙，因为即个口感夹肉本身带一款口感诶，小可较 Q 一丝啊，所以会参即个夹肉。过来摕2个即个碗啊，来缀一个，一个就是鸭卵，咱当讲到鸭卵甲面糊甲分开甲拍散。咱都要用面糊啊嘛，面糊跟做法。你要安处理？卵先拍入去另外一个蚵仔，还是碗仔内底？你较白白咧，爱切。当然白切，我毋是要拜免杀过。你当作鸡卵你当作鸡卵伫用就对啊，当作鸡卵去用。泡散，你我就讲，咱想讲鸭卵一般拢是咸卵。毋是咸卵哦，你毋通去买咸卵哦，我嘛毋通去买皮蛋哦，毋是哦。切的鸭卵，顺续补充皮蛋是皮蛋，无共款，毋是皮卵哦，无人安尼讲。我即麦遮就是用切3粒鸭卵，甲卡咯。另外摕一个蚵仔壳，先甲泡散了，甲拄则咱已经甲即个虾仁甲即个夹肉淋做伙啊嘛，放入去卵内底，拢倒脆吼，甲放入即个卵内底继续拉吼，甲卵甲虾甲夹肉淋做伙，这是上重要古早的料。过来甲放入咱拄则讲即个已经拍好即个面糊。咱先甲料拢泡，因为料是较明显的物件，所以甲面糊当然无法度随夹做伙，所以你物件拢爱，所以你要先分开甲卵拍好，过来甲拄则已经切好即个虾仁甲即个夹肉放做伙放入去即个卵内底，全部拢个泡焦了，再倒入拄则面糊，甲继续拍，这就是上重要古早的料，因为古早食起来口感毋是汤。毋是水安尼，但是伊嘛毋是定的物件，嘛毋是脆物件，真歹形容。比布丁感觉佫较嫩一寡，嘿，你会使想象讲你去想讲，大概就是迄落无色的布丁，无色的布丁的感觉，奶酪诶，比奶酪佫较嫩，伊会使入口即化，但是足烧诶，爱注意，所以就是甲这物件做成古早的料，咱拄则有讲即个高汤你已经用好啊嘛吼，高汤啊备好了，咱尽量讲你著看你要打一间还是啥物碰大师还是啥物拢会使，对，看你欢喜啦。我只一直讲着碰大师，毋是我有收伊钱吼，所以我嘛真希望伊来找我做广告，但是主要是我家己用的即个品牌啦吼，即个高汤吼，放入去鼎底煮吼，甲端罐板仔油吼，就即个猪油嘛，做伙放落吼，继续煮好滚了，倒入即个古早的料，就准小火吼，慢慢火安尼，开始拉，你现在一直拉，袂使停，现在袂使停，因为你即下骹吼，若无停落来炒火大。你鼎用平鼎还是共款毋免？你就一般的鼎就会使，只是讲你一直拉，你要用铸铁锅嘛，无要紧。袂使去互夹鼎啦。嘿，绝对袂使夹鼎，无会炒火大吼。你干那一拉吼，慢慢火拉80分钟以上。
你人啊徛伫遐哈即个小火，哈即个烟哈即个火80分钟，你讲是安总埔辛苦，毋得想啊。而且咱搭这讲的拢是无讲着高汤的处理哦，你若真正要控即个高汤，家己要家己亲用，迄个搁落点钟去啊。所以讲，是安那即道菜其实过去伫个总埔来讲嘛是足手路菜，非常歹做，非常辛苦。做了会好，人就会学落讲即个总埔厉害。食古早就知影讲即个总埔厉害无厉害，就是靠即个品评就是安尼。伊个煮甲伊水分变少了，即个古早的料，因为咱拄则除了高汤甲板仔油料嘛，古早的料拢倒入去啊嘛，用慢慢去煮嘛。差不多即个水分开始减少了，伊个古早的料慢慢变成敢若膏安尼，稠状的，规拢敢若面糊安尼，就差不多会使关火，差不多80分钟左右，佮摕一个铁盘。顶悬呢，抹即个薄薄啊，抹一盐油，嘿，拢爱抹焦匀，爱抹焦匀了，甲即个古早料倒入去内底，袂使冰哦，当然佫袂使冰，爱放伫上温，就是咱一般的室温，常温的，等伊放较冷之后，佮顶悬包一个即个保鲜膜，保鲜即个膜啊，甲先甲包起来了，放伫冰箱，佮冷藏一工，放下冻。虽然讲冰箱，但是较食安尼讲啦，过去咱讲冰厨，当嘛会安尼讲啦，因为大型。有做厨啊，细型才有做箱啊啦，但是因为当华语讲习惯，大家嘛讲冰箱嘛，不要紧，拢可以，但是主要就是咱目前啦，我家己习惯嘛是讲冰厨嘛会使，冰厨咱讲冷冻冷冻甲下冻，咱的习惯。但其实嘛，即阵人讲，其实咱冷冻真侪拢是做伫下骹，所以嘛，迄个厨啊无共款。管反正就是冷藏就对啊，你冷藏起来就对啊，毋管你是伫下冻还是冷冻啦，我毋管。毋是冷冻啦，是冷藏。袂使甲规个冻起来吼，放一工了，伊就完全成型啊，过来摕出来了咧，较有即个较结实一丝啊，你就要前之前先甲切规块，走一喙大细安尼，你甲抹即个太白粉就会使啊，小抹即个太白粉，入油鼎，你啊落油鼎，差不多180度的火，开大火落油鼎，只甲讲赤安尼，赤安尼就会使，就摕起来就会使准备要食。我只是讲，大家食时阵爱注意一个就有影吼。较早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做总铺啦吼。较早我若是逐摆是甲厝内人去奉请的时阵，只要知影讲即个亲戚伫是真行即个总铺，我就会想讲即顿稳啊，好食，即顿一定好食。其实细汉的时阵，咱无迄落社交的需要吼，囡仔就是负责。变食对啦，就食好顿来，食有够本就好啊。嘿，反正大人无迄个阳光好食，囡仔变食安尼。所以你就会知影讲即顿好食无好食，你上清楚，因为大家拢无法度认真食，你就敢若负责食尔。所以我知讲即个今日总铺是啥，大概知影讲今日好食无好食，尤其是就是要等即个古早出来，咱会拄放出来一块一块，敢若你看起来敢若嘛冷啊，敢若几个无啥物感受，无啥物感觉，小可冷的感觉。事实上，第一点若要讲硬起来，都要先考验你用猪的功夫迄猪俩细汉训练无够，硬袂起来咧，硬个破糊糊就歹看，因为内底想讲这是内底是古早料是即款免哪讲高的，伊嘛毋是真正定的物件，敢若外口一沿即个一包即个粉吼，落去煎迄个即个面皮尔，所以其实第一你爱足轻的，袂使真大力，你个伤细力个抽袂到，无法度遐准安尼吼，所以你着爱想办法，你用汤匙也无效，用条羹也嘛无效咯。你顺伫咧即个Clubhouse 顶管，我捌用即个词吼，甲来试验大家讲知影无？条羹啊，即个词，敢若咱伫讲。我好像敢若是以咱遮较常伫讲，可能北部就个所在有，但是中南部敢若真少。因若真正讲着调羹吼，即个华语叫做调羹，就是那中南部真正要讲着调羹，其实主要是指大机迄落汤匙啊，你煮汤啥用的，但是对咱来讲，所有的汤匙咱会使讲调羹啊。以前有灰啊，即嘛佫有白铁啊，拢无要紧，咱会讲调羹啊，这就是汤匙啦。反正你硬袂起来，你嘛无法度用调羹啊。所以就你考验你用猪的功夫，你知有当讲外口薄薄一层皮以外内底拢是假的感觉，即种胶质的感觉，所以你功夫摕猪用压猪的功夫若无够，绝对是破广告，所以就歹看。因为知讲即个细汉训练无够。第二是你若要食硬起来食时，一定要足注意内底外口看起来冷内底其实非常之烧，伊无看伊安尼。一喙一个嘟嘟好，大细啊一喙咧，喙开开不要讲，最毋通一盖就一喙囥一个吼，
你看这喙齿一定会烫着伤。哦，不要讲话啊。所以咱过去定啊，较早我的阿祖啊，个伫咧训定定，拢会讲啊，留一喙齿好高暗。当然这延伸出来就讲话，就讲，因为有的人就讲话较无好听，吼，然后都专讲一寡较互人无介欢喜的话，互人讲啊，这人也死后吼，讲嘴身苦烂了，剩一支喙齿好高暗吼，所以就变成延伸这讲话，讲啊，你嘛留一喙齿好高暗，就是讲莫安尼黑白讲话啦，都讲喙齿会烫着伤这代志，突然想到。所以讲吼，要食进前吼，有记要讲，咱这来宜兰人，你若有朋友要出去食古早，你一定爱给伊提醒者，千万唔通一喙一个。慢慢啊来先烧小小啊，一喙先食看卖咧，会使啊袂当。哦，来烧小你真是咧，袂好势哦。但是这个物件伊个爱烧才好食，是，咱讲小惊大喙，较早你讲小惊大喙，哦，这是真为难哦，小个惊大喙，啊你讲咧，对啦，其实讲讲，唔通真正你当小就甲摕咧，随放规地放出来，绝对会烫着伤。小对大喙甲绕绕咧就好啊，哇，你烫死哦！但你喙齿真正会烫着伤，这是真。直接干哪后去哇病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啦。对吼，这是咱定咧讲，是咱讲宜兰人我一直要用古早这物件来代表，就是讲啊，咱定讲真是好食啦。第一是足好食的吼，而且这是宜兰特殊的料理，确实别个所在无。啊，你若要去夜市啊，迄款的歹势，迄拢毋是正讲古早啦，差伤济，所以你毋通食迄料，讲啊古早都安尼，毋是吼，迄无共款。你若有一工来罗东夜市啊，食古早，甲咱正经餐厅伫做总铺。古早是完全无共款是咧，是完全无共的啊！夜市啊，迄嘛是算古早，不过食起来完全无共味，程度无共款。毕竟伊这是大量要出互大家食，甲总铺伫做即个手路菜，差太济咯。啊，像咱一直要讲古早来代表宜兰人，其实就是咱其实真正嘛一直有伫讲，即个物件就是讲宜兰人的特性吼。咱讲无共款。一方的水土饲一方的人啦吼，所以这个所在人就较外冷内热吼，内底闷烧啊，你若用华语的讲法就是闷烧啦，到尾就晓记起。我毋知大家对我的感觉是毋是讲我较闷烧？真正吼，我看呢点点啊，哇，伊等来甲一个看针海啊，平常时看起来冷冷安尼，但是就起动哦。我有当时嘛确实会用安尼讲，你若甲宜兰人真正有熟悉，就知影讲啊伊的热情之所在。慢慢来啦，你慢慢啊改迄落。咱一概毋通等一下坐出来，我红包较大。闷烧啊你。啦，这种较好听的讲法来，简单讲就是闷烧啦吼。就是讲，摕即项菜，即项料理手路菜，伊个宜兰专有的吼，摕来讲宜兰人其实真特别，真好耍。啊，所以是这项吼，慢慢啊，敢若讲要失传起。确实无毋对吼。虽然夜市仔的关系，古早变成讲全台湾拢听过啊，大家说啊，到夜市啊，宜兰的几个夜市仔有古早，但是真正要讲正讲手路菜，你要食到古早。第一真困难，第二当外口办到这款的嘛真少啊。当包括宜兰嘛是一般啦，请人客就是一定餐厅为主啊。啊，餐厅有愿意做古早嘛无济。啊，因为餐厅你来讲出古早，因为这来讲毋是真大气的物件。你来讲佛跳墙一个客人都迄个名嘛响亮，而且我若是餐厅有伫做古早，另外一款就是因为我固定有人客来食名声食气味，所以我一定出的量会稳定会大，但是都绝对无法度像讲一般总铺我。今日要办一道吼，所以我要毋是办一道啦，我要煮一顿吼，所以我爱开几落点钟来控这个汤，无迄个代志啊，因为我哪有可能逐工家控，就算餐厅嘛无法度安尼，所以上好就是。即款的总铺吼，外口伫食板豆，就咱其实咱袂讲流水席啦，反正食外口板豆的总铺，当真少啊。第二，这食袂着啊，免叫我个认为会使，就是即个餐厅有诶较好的餐厅吼，比如讲宜兰读小过即个总铺师啊林师吼，伊嘛无花钱吼，先讲者，但是确实伊是较早做台湾，或做宜兰板豆王啦，吼，因较早拢是做即落做板豆诶，吼，做国营，所以因本身有迄个材料，嘛一定是袂歹，这我相信，我是毋捌食过因兜诶啦。但是嘛袂歹，啊有一寡市场有诶人专门伫做嘛，有吼少数有。对啦，啊若上逼不得已，你讲啊，无紧，我就食者气味，食者名声就好。你要食夜市啊，嘛无紧吼。其实咱嘛袂使当人知当然啦，当然。有兴趣诶人嘛会使去食看卖。如果即马讲若有可能，就什么情形？你讲有诶咱即马嫁娶吼，所以囡仔要娶是要娶新娘啊啥个吼，有特殊甲即个总铺番有讲，有诶就是特别番有才有可能。特别讲我今日我爱有即道了，
理吼，甲伊讲，甲有去处理。若无普通，安尼机会就较有法度食着。若无即马真是古早即落物件，敢若强强要失传。可能就是真正拄好，比如讲无迄个原始的味啦。嘿，比如讲咱拄好有要结婚的要创啥，人有请人来厝诶办的啦，嘛是主人家讲有特别有特别注重即个物件，讲即个传统的料理也互大家食会着，迄就较有可能。无其实当真正确实真少啊。有啦，其实即马普遍你讲夜市也嘛是有啦，就是讲食起来无原始的味啦。就是简单讲，就是你袂使食夜市的物件，了来甲我讲古早无够好食，毋是安尼讲，袂使安尼讲。重点是伫食啦。我本来是按算是要介绍2项，你知影？但是我发现讲咱家己电脑讲的时间长度比我伫 Clubhouse 讲较长，但是咱嘛无加讲啥子，这就是差别。是安那我迄个时阵甲你讲，我伫开 Clubhouse 房间的时阵，你先毋免来听，因为我希望讲咱家己在地捌食过古早自产食较大汉，咱伫讨论的时阵发展出来物件，共款我共款的物件，因为我该讲的物件，我拢会先记录落来嘛哦。共款的物件，最后咱产生出来物件，其实无完全共款啦。因为我在地啊，所以我们才讲叫你先莫听，我在地我那是食大汉的啊。对，就是咱的想法，咱伫讨论时结果就无共款。当然是哦，结论无共啦。所以我连西罗巴都讲袂着，你知？我本来是按上要讲古早甲西罗巴，西罗巴咱2天有机会再来讲。西罗巴嘛是咧足好。咱来做一个美食的系列哦，一个迄个就是讲咱做过落，然后大家来试看卖，以后有机会再来咱宜兰来食。毋是讲来食吼，因为特嘛拢甲恁介绍讲安那会材料。我会甲你讲安那煮，甲你再试看卖。你会当去试看卖。你讲你学一项菜呢，嘛无歹啊。对，真好。无你真是要去看册哦，有时会看到灰糊糊。即马咧甲你禀报，甲你讲甲足清楚。什么材料啦、虾啊啦，什么有诶无诶安尼吼。因为你伫外地，我都无机会帮你试食啦，我都会使甲你讲，你这有到底无？你即马将遐材料一项甲配吼。如果讲你时间真济，你就要消耗时间啦，你要打发时间你会使去试。无一定有一工你嘛会当做选手哦，迄就是变做你诶啊咯。你变你诶手路菜，别人无。对，你通去点呢。迄是真趣味诶所在。咱其他诶即个料理，咱以后有机会共款来继续来甲大家分享。反正调节来，我无一定讲会连续几落礼拜拢讲做食诶哦。看每一礼拜想要讲诶主题无共款。互大家有无共款诶物件，通来吸收来做伙来了解安尼。好啦，今仔时间嘛差不多啊，一讲又讲伤长啊。好啦，今日节目到这为止。那恁若是听了有介意，还是有啥物啥物款诶指教，还是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 留话互我。另外你嘛会使加 Instagram、Facebook 查找即个亚特聊天来甲我互动。当然共款欢迎你，若是对阮诶即个内容真有兴趣吼，希望甲阮鼓励啊，伫阮诶 show notes 也是说明即个内底咧嘛有即个赞助连结连结，所以嘛会使点落，可能几多10块啊，然后就一杯咖啡钱会使请阮来啉这咖啡。我嘛会使得到真侪鼓励安尼，咱就是安尼，咱就后礼拜再相会。感谢你的收听咯，拜拜，拜拜。